你試下諗下，有一日你同平時一樣，攞住本存摺去銀行排隊打駁，或者去自動櫃員機打算冚返嗰幾千蚊長生津出嚟買餸、交租、飲茶，點知個屏幕顯示餘額不足，或者本簿上面根本冇嗰筆錢入數。你心入面落一聲，以為係銀行遲咗出糧，點知等咗2日、3日，甚至1個禮拜，戶口仲係淨過鬼。你打去社會福利處問，職員冷冰冰咁話你聽，伯伯，你個申請俾人暫停咗喎，或者你個級別降咗喎。嗰陣時，你真係會覺得成個人都散晒，心諗我明明戶口都冇乜錢，點解會斷供？點解我明明係攞開高額，會突然變咗普通？呢種情況其實喺我哋身邊成日發生。好多老人家或者殘疾人士，佢哋未必係想呃政府錢，而係因為一啲佢哋覺得好碎料或者直情唔知係乜嘅細節位，結果踩中咗社署嘅地雷。今日我要同大家講嘅係關於長者生活津貼同傷殘津貼入面最容易攞命、最容易令你被消失津貼嘅3個關鍵位。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屋企人正係攞緊呢啲救命錢，今日呢條片你一定要由頭到尾聽清楚，因為呢啲資訊隨時係值幾萬蚊，甚至係你後半生嘅安穩。我哋先嚟講第一個最容易出事嘅位，亦都係最多人中招嘅，就係資產限額同埋申報嘅問題。好多老人家成日有個誤解，覺得我戶口得返102萬蚊，社署點會查我？或者覺得我嗰少少私己錢，唔講邊有人知？大家要明白，喺2026年初呢段時間，長者生活津貼嘅資產上限雖然有調整，但對於好多辛辛苦苦儲咗成世錢嘅長者嚟講，嗰個位依然係好容易過界。例如而家單身人士嘅資產上限係港幣38萬8千蚊，夫婦就係58萬9千蚊。你聽落好似好多，但你計埋，隨時嚇你一跳。好多長者會話：我戶口真係冇錢啊！但社署計嘅資產唔係淨係計你銀行戶口入面嘅現金。如果你有一啲保險係有現金價值嘅，或者有啲儲蓄型保險，呢啲全部都要計入去資產度。好多老友記喺20-30年前買落一啲人壽保險，諗住留返俾仔女，或者諗住留嚟做身後事嘅錢，原來去到2026年，呢啲保險嘅現金價值加埋，可能已經過咗10幾20萬。如果你申報嘅時候冇寫埋呢啲入去，社署一查到，佢唔係淨係扣你錢咁簡單，佢會話你瞞報，要你退返晒之前攞咗嘅所有錢，甚至會告你詐騙。呢啲例子我見得太多，真係喊都冇眼淚。仲有一樣嘢好多人會忽略，就係聯名戶口。好多老人家為咗方便仔女照顧，或者驚自己有事嗰陣仔女拎唔到錢，會同仔女開個聯名戶口。問題就嚟啦，社署喺計資產嘅時候，除非你有好強有力嘅證據證明嗰筆錢係屬於仔女嘅，否則佢通常會將聯名戶口入面嘅錢一人一半咁計。假如你個仔喺個戶口度放咗50萬蚊做生意周轉，就算你1蚊都冇喐過，社署都會當你有25萬資產，加埋你自己本身嗰啲，分分鐘就係因為呢個聯名戶口，令到你嘅長生津突然消失。我曾經見過一個案，有一位70幾歲嘅陳婆婆，佢一直攞開長生津，生活都過得去。點知有一年，佢個仔因為要買樓，將一筆幾十萬嘅首期暫時放咗喺陳婆婆個聯名戶口度2-3個月。陳婆婆覺得呢啲錢又唔係我嘅，我冇攞嚟用，應該冇事啦。點知社署做抽查，一查到呢筆錢，即刻停咗佢嘅津貼。陳婆婆去解釋，社署就話你當時申報嘅時候，資產變動冇即時上報。結果陳婆婆唔單止被停咗津貼，仲要被追討返嗰幾個月攞多咗嘅錢。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無論係保險、聯名戶口，甚至係你收埋喺屋企枕頭底嘅金條、金飾，只要係值錢嘅嘢，社署都有機會計入資產。講完資產，我哋入第二個關鍵位。呢個位對於好多想返大灣區養老，或者成日去旅行、返鄉下探親嘅長者嚟講，簡直係奪命金，就係居港規定同埋離港期限。好多人以為我係香港人，我攞香港政府錢係天經地義，
我去邊度住都得啦。如果你係咁諗，你就大錯特錯。喺社會保障津貼計劃下面，無論你係攞長生津定係傷殘津貼，都有一個好嚴格嘅居住準則。通常嚟講，你要攞呢啲津貼，你喺嗰個付款年度入面，一定要喺香港住滿最少60日，而你可以離開香港嘅上限，一般係305日。但呢度有個陷阱，就係好多人唔記得咗，如果你係喺攞緊津貼期間離開香港，超過咗某個日數，你嗰段時間嘅錢係會被扣除或者停發嘅。特別係而家2026年，交通咁方便，好多老友記中意返深圳住，或者去珠海、中山買咗間屋養老。佢哋以為只要每個月返嚟香港一次，喺櫃員機冚下錢，證明自己喺香港就得。但係而家入境處同社署係有資料聯網嘅，你幾時出境、幾時入境，電腦一查就清清楚楚。如果你喺一個年度入面離港超過咗56日，咁你超出嗰啲日子嘅津貼就可能冇得攞。好多老人家問我，點解我明明喺香港住，但社署話我唔符合資格？你要睇清楚，社署計你係咪以香港為常住地。如果你一年入面有300日都喺內地，就算你淨返嗰60日返咗嚟香港，社署都有權懷疑你唔係以香港為家，進而取消你嘅資格。仲有一個好容易被忽略嘅位，就係高額傷殘變普通傷殘。好多人唔明點解我個病冇好到，點解我個殘疾情況冇變到，但我嘅津貼會由高額跌返去普通。原來呢度涉及一個住院或者入住院舍嘅問題。如果你係攞緊高額傷殘津貼，根據規定，如果你入住咗政府資助嘅安老院舍、殘疾人士院舍，或者喺公立醫院住院超過29日，你嗰個高額部分就會被取消，變返做普通。因為政府覺得你住喺呢啲機構入面，已經有政府資助嘅醫療同埋生活照顧，你唔需要額外咁多錢去請人照顧你。呢個位真係好多人中招。例如有一位60幾歲嘅張先生，佢因為中風，本來攞緊高額傷殘津貼，每個月有成4、5千蚊。後來因為家人照顧唔到，送咗佢去一間政府資助嘅老人院。屋企人以為津貼照舊，點知3個月後，社署寄封信嚟，話張先生因為住咗院舍，所以要降級做普通傷殘津貼，每個月少咗成2000幾蚊。張先生嘅仔女好唔開心，覺得我老豆仲係咁殘疾，點解要減錢？但規矩就係規矩，如果你唔主動申報你住咗院舍，等社署查到，佢仲會追返你之前收多咗嘅差額。所以，關於居住同所在地呢3個關鍵位入面嘅第2點，大家一定要搞清楚。第一，你一年內到底離開咗香港幾多日？第二，你有冇住進政府資助嘅機構？第三，如果你返內地住，你有冇轉去申請廣東計劃或者福建計劃？如果你唔轉計劃，但又長期唔喺香港，你呢份長生津隨時會被消失。好，我哋講到第3個關鍵位，呢個位係最無聲無息，但殺傷力最大嘅就係家庭狀況嘅變動同埋申報責任。好多長者覺得我申請嗰陣已經填晒資料啦，之後有乜變動，點解要次次都同你講？但係喺社署眼中，你嘅婚姻狀況、你嘅同住家人，甚至你仔女嘅收入，如果你係申請緊綜援或者一啲同家庭相關嘅資產審查，都會直接影響你份津貼。雖然長生津係個人或者夫婦申請，唔計仔女家用，但有一樣嘢係好緊要嘅，就係同住配偶嘅資產。我見過一個個案，一位林伯伯，佢太太本來冇乜資產，2個人一齊攞緊夫婦長生津。點知有一年，林太太嘅阿媽過身，留咗一筆遺產俾林太太，大概有30、40萬。林伯伯覺得呢啲係我老婆嘅遺產，又唔係我嘅，同我份長生津有乜關係？點知原來遺產一到手，佢哋2公婆嘅總資產就即刻超標咗。佢哋冇即時上報，結果1年後社署大抽查，發現咗呢筆錢，唔單止停咗佢哋嘅長生津，仲要佢哋退返成個年度，2個人加埋成10幾萬嘅津貼。林伯當時真係想跳樓咁滯，佢話：我邊度揾咁多錢還俾政府？仲有一種情況，
就係虛擬資產。喺2026年，買賣股票、基金甚至加密貨幣已經係好平常嘅事。好多長者會將啲錢交俾仔女幫手投資，佢哋覺得啲股票戶口係仔女開嘅，或者雖然係自己名，但係仔女出錢買嘅，就唔算係自己資產。喺社署角度，只要個戶口係你名，入面每一分一毫都係你嘅資產。如果你個股票戶口因為個市升咗，價值由20萬變咗50萬，你就已經超標啦。你一定要主動去申報。好多老友記會話：我唔識點計啊，佢哋又冇問我。記住，社署寄俾你嗰啲黃色信封或者複件表，入面每一條問題都係陷阱。如果你填無變動，但實際上你戶口多咗錢，或者你搬咗屋，或者你結咗婚，甚至係離婚，你都要講。特別要提嘅係高額傷殘津貼嘅複檢。好多人以為傷殘津貼係攞一世嘅，其實唔係。社署會定期要求你交醫生證明。如果你個醫生喺複檢嗰陣覺得你嘅情況有改善，或者你嘅失去工作能力程度變咗，佢就有權將你由高額降去普通，甚至取消你嘅資格。好多人因為換咗醫生，或者去睇醫生嗰陣冇講清楚自己日常生活有幾困難，結果醫生喺份報告度寫得太正面，就咁就令到份津貼被消失。講咗咁耐，大家可能覺得，哇，攞份津貼啫，使唔使好似做賊咁驚青啊？其實唔係要你驚，而係要你明。政府嘅錢每一分都係公帑，所以佢哋嘅審查只會越來越嚴。2026年嘅系統比以前先進得多，大數據聯網已經好成熟，你嘅銀行、稅務、入境記錄其實喺系統入面係一目了然嘅。咁我哋應該點樣保護自己呢份救命錢呢？第一，一定要有申報意識。只要你嘅資產有明顯變動，例如突然多咗5萬蚊以上，或者你嘅居住環境有變，或者你要離開香港超過1個月，穩陣起見，打個電話去你所屬嘅社會保障辦事處問下。唔好怕麻煩，麻煩一次好過之後被追幾十萬。第二，做好資產管理。如果你嘅資產真係好接近嗰個上限，你要好小心。唔係教你出貓，而係要你合法咁安排。例如，如果你真係需要一筆錢做手術，或者屋企要大修，呢啲開支係可以令你資產降返落嚟嘅。但係，如果你係突然間將幾十萬轉俾仔女，社署會當係轉讓資產嚟逃避審查，呢招係行唔通嘅，佢哋會追溯返你過去幾年嘅記錄。第三，保留所有單據，無論係保險單、銀行存摺定係醫生證明，都要整整齊齊咁收好。萬一社署真係要查你，你可以即時攞出證據，證明嗰筆錢係乜嘢用途，或者證明你真係喺香港住。其實，長者生活津貼同傷殘津貼係為咗幫助有需要嘅香港人度過晚年，或者應付傷殘帶嚟嘅額外開支。呢幾千蚊對好多人嚟講真係買藥錢、開飯錢。我見過好多個案，因為一時疏忽，或者聽咗啲街坊意見，以為可以瞞天過海，結果搞到臨老要背一身債，甚至要面對法律責任，真係好唔抵。我想再強調一次，2026年初嘅政策雖然有微調，但核心係冇變嘅，就係誠實申報、留意居港、清楚級別。如果你身邊有朋友，佢哋係一個人住嘅，或者係一對老人家，未必識字，或者唔係好睇得明社署啲信，請你一定要幫佢哋，幫佢哋睇下嗰啲黃信封，幫佢哋去銀行打下駁。有時候可能只係因為一個細節搞唔清，份津貼就咁斷咗。我仲記得有一個80歲嘅梁伯，佢因為耳聾聽唔到電話，亦都唔係好識睇信。社署寄咗3次信要求佢去做年度複檢，佢都冇去。結果佢份長生津停咗半年，佢以為政府冇錢出糧，日日食麵包。直到佢個鄰居發現，帶佢去社署問，先知原來只要交返張表，見下主任就得。雖然最後補發返啲錢，但嗰半年嘅擔驚受怕同埋辛酸，真係邊個可以補償返俾佢？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個精明嘅受助人。
如果你對自己嘅資產、居住日數或者傷殘級別有任何疑問，最直接、最安全嘅方法係親自去一趟社署辦事處，或者揾專業嘅社工幫手。唔好聽埋啲隔離鄰舍講，話我咁樣做都冇事啦，因為每個人嘅情況都唔同，人哋冇事唔代表你冇事。喺呢個資訊爆炸嘅年代，我哋更加要學識保護自己嘅權益。政府嘅福利政策係會隨時更新嘅，所以我哋要保持關注。好似2026年咁，可能資產限額又會因為通脹而調升少少，或者申請程序會變得更加電子化。如果你唔跟上，就真係好容易會出錯。總結一下今日講嘅3個重點：第一，資產唔係淨係計現金、保險、金飾、聯名戶口，通通都要計。唔好以為社署查唔到，瞞報嘅代價你負擔唔起。第二，居住日數要計清楚。如果你想返內地長住，記得要申請合適嘅計劃，唔好夾硬攞住香港份長生津，但人又唔喺香港。第三，高額傷殘變普通傷殘，往往係因為住院或者住安老院。呢啲變動要即時申報，以免日後被追討差額。呢啲資訊雖然聽落好繁瑣，但如果你搞得清，你每個月嗰幾千蚊救命錢就攞得安穩，攞得心安理得。如果你覺得今日分享嘅內容對你有幫助，或者你身邊都有朋友攞緊呢啲津貼，請你一定要分享呢啲信息俾佢哋知。另外，大家一定要留意，社署嘅抽查係隨機嘅，亦都係全方位嘅。佢哋可能會要求你提供過去5、6間銀行嘅所有記錄，甚至會去你屋企做家訪，睇下你嘅生活狀況同埋你申報嘅係咪相符。所以，誠實係最重要嘅原則。如果你真係有嘢唔記得申報，最好嘅做法係主動去揾社署自首。通常主動交代嘅話，社署只會叫你補返手續或者還返錢，而唔會當你係刑事詐騙。最後我想講，雖然我哋成日話要攞盡福利，但其實福利嘅本質係安全網。當你真係有需要嘅時候，呢個網會接住你。但如果你明明唔符合資格，或者透過唔誠實嘅手段去攞，咁你就係喺度破壞緊呢個網。2026年，我哋香港嘅人口老化越來越嚴重，福利開支好大，所以監管只會越來越嚴。大家一定要守規矩，先可以令呢個制度行得遠，令到真正有需要嘅老人家同殘疾人士可以一直攞到呢份支持。大家睇完呢篇內容，如果仲有啲具體嘅個案或者問題，例如我有份保險斷咗供好耐，仲計唔計資產？或者我搬咗去仔女度住，要唔要報地址？呢啲問題一定要揾專人諮詢。我想問下你，或者你身邊嘅老人家，有冇試過因為唔知規矩而俾社署扣咗錢或者停咗津貼？或者你對而家嘅資產審查制度有乜嘢睇法？如果你而家就想檢查下自己份津貼穩唔穩陣，或者想幫長輩預算一下2026年的資產變化，你可以點樣做呢？